伟大的执行长黄仁勋最近伫台湾接受访问的时阵讲，台湾是世界上重要的国家之一。这番的言论是引起到中国的关切。中国的国台办今仔日反驳到黄仁勋的言论，爱黄仁勋好好来补课。我要强调的是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历史经纬清晰。 法理事实清楚，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，过去不是，今后更不可能是。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常识，希望他好好补课。黄仁勋最近访问台湾的时阵，是大大来赞赏到台湾。伊嘛表示讲，伊的言论甲地缘政治无关系，只是单纯想要来感谢所有伙伴的支持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